新兴国小校长李俊兴表示，新兴国小国乐社团甲二胡社成立超过20档，伫王文龙教练长期的教导之下，学生除了比赛成绩优秀，也曾经前往日本、纽西兰等国家访问演出，是小小外交尖兵。为了会当互学校其他的小朋友嘛会当亲近音乐，校方特别邀请亚太胡琴乐团进入去校园，甲学校的二胡社团共同演出。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有二胡社，所以呢，他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出非常开心啊。新兴国小的之前有一个国乐班，那现在因为政策的关系，就变成社团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个人从去年回到新兴国小以后，我还是觉得要让孩子能够展现多元的才能不管在各方面。那既然新兴国小过去有在这么好的基础之上应该可以把国乐还有我们二胡相关的国乐的一些乐器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这次巡演阵容除了有亚太胡琴乐团、新兴国小二胡社，甚至还有赞助单位虎城胡伦社的社兄社姐做伙来加入演出。虎城胡伦社这次有机会来赞助这个亚太那个胡琴的的表演那我们希望推展这个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学这个音乐，不管是国乐或西乐也好，那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二胡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乐器，那也是很方便。那我希望小朋友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然后增加更多的学习方式。亚太胡琴乐团创办人王文龙表示，胡伦社大哥大姐用音乐传领小朋友正面的人生价值，是乐团这次巡演的亮点。也希望囡仔会当吸收这难得的经验，继续加油认真练习，将来有能力的时阵，嘛爱学习胡伦社精神，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